今天晚上一起来参加这个青年的敬拜之夜。特别我要问一下，在场有没有40岁以下的 ？OK， 挥挥手，我们给他一个最大的掌声。OK。如果你是40岁以上，也不要担心，因为你今天来代表你一个很年轻的心，所以今天晚上是属于大家的，要一起来亲近神，一起来敬拜神，在这里一起享受美好的敬拜，在这里也一起聆听美好的信息。让我们在今天晚上，愿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都有很美好的得着。在我们聚会开始之前，有几件事要跟大家一起做提醒。第一个就是，请你要把你的手机转静音或转成震动，让我们在敬拜神的过程当中，不要受到任何的干扰，让我们专心，就是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第二件事情，如果你等下真的有需要去洗手间，我们4楼在你的这个我的右手边这里洗手间在那个方向，还有3楼也有洗手间。那包含饮水机也是，饮水机也在那个方向，以及3楼的洗手间外面也有饮水机。好。那我们要开始我们聚会之前，我们要先也要先特别介绍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要带来美好信息的曾祥牧师还有游志伟牧师，请你们起立，我们一起来欢迎你们。OK， 感谢神。其实他们从早上就已经从早上9点到4点，已经有一整天的一个研习，但今天晚上为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要继续在这里有很美好的分享，很美好的信息，因为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都有很棒的领受跟得着。好，在开始之前，我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要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求神带领我们在今天晚上的这个敬拜之夜，透过我们的敬拜，透过我们在这里的聚集，我们要一起来高举神的名，让神的宝座就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看见神的同在，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好吧，我们一起开口为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呼求神，为了神的宝座在这个地方，神的同在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哦，神啊，赞美你，主，赞美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呼求来到你的当中，神，愿你设立你的宝座在这个地方，神，我们你的宝座在这个地方，使我们就看见你的同在，我们就看见你的能力，神啊，带领我们在晚上的聚会当中，神啊，我们真的是要来高举你的名。晚上的聚会当中，我们真实的要看见你的彰显，神帮助我们在晚上的聚会当中，神啊，靠近我们，吸引我们，让我们渴慕你的同在，让我们用我们的全心全人来敬拜你。神啊，赞美你，主，谢谢你，赞美你，主，谢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神，我赞美你，谢谢你。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爱我们的神，你也是创造我们的神，你也是拣选我们的神。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也拣选我们成为一个敬拜者，让我们可以站立在你面前，来敬拜你，来亲近你，来呼求你。神啊，带领我们在今天晚上的聚会当中，我们要用我们的全心全人来敬拜你。神，让我们在今天晚上，让我们的眼目单单的转向，我们不为别的，就是为要来亲近你，为的就是要来敬拜你。让我们不忘记那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来到你的面前，渴慕你的同在。神，让我们的眼目完全将那个焦点转向到你的身上，让我们再次看见上帝你美好的作为，就在今天晚上要来彰显出来。神，带领晚上的时间，带领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透过晚上的敬拜、晚上的赞美、晚上的祷告，所有的一切都献在你的面前。愿今天晚上的聚会成为一个荣耀的聚会，献在你的面前。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我们在这拍手，将最大掌声献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们准备好一起来敬拜了吗？再一次，你们准备好一起来敬拜了吗？让我们扬起我们的声音，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还有我们自己的声音来赞美神。亲爱的父神，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我们要向你献上赞美的祭，我们要扬起我们的声音，一起来赞美主的圣名，一起来赞美。
代在你殿中欢呼他，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高有救必永留在这里。耶稣，我们不分世代都要同心的来敬拜你，因为你配得一切的荣耀和赞美。让我们再一次来赞美主的圣名，一起来赞美主圣名，赞美主圣名，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和你敬拜在爱里，不分世代在你殿中欢呼他，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高有救必永留在这里。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和你敬拜在爱里，不分世代在你殿中欢呼他，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高有救必永留在这里。神的子民，你们准备好跟我们一起来呼喊了吗？让我听见你们最热情敬拜的声音。Are you ready? Yeah! 神的子民一起来 ，Go！ 神的子民这样说，神的子民这样说，我是蒙福的子民，我是蒙福的子民。神的子民这样说，神的子民这样说，我有气息要欢呼，我有气息要欢呼，不停赞美来跳舞，不停赞美来跳舞，得胜都因主耶稣，得胜都因主耶稣，不停赞美来跳舞，不停赞美来跳舞，得胜都因主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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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和你敬拜在爱里，不分世代在你殿中欢呼他，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高有救必永留在这里。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和你敬拜在爱里，不分世代在你殿中欢呼他，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高有救必永留在这里。亲爱的圣灵，我们欢迎你自由的运行在这里，我们热切期盼在这里要来遇见你。神的子民，我们继续的来敬拜。神的子民和你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神的子民，继续来敬拜。神的子民和你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在
地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加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加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神你的灵在这里，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生命自由运行无止境，一场讨海兴起，坚定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你的灵在这里，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生命自由运行无止境，一场讨海兴起，坚定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加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加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加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你眼目必看顾这地，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这地，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荣耀归你，专心谨守你的话语，世世代代都不偏离。敬拜的声音，敬拜声音，充满全力，高举双手，荣耀归你。
着你。我们的神是赐福我们的神，一起来领受。遵行你的旨意，谦卑会转向你，我们要跟随你。是我们的宝足，是我们的宝足，心中何有满意，你定要赐福着你。遵行你的旨意，谦卑会转向你，我们定要跟随你。你眼目必看顾着你，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着你，聆听我的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哈利路亚！将一切最大的掌声都献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是的，我们的神是那位聆听我们祷告的神，他是那位顾念我们一切需要的神。不管我们现在我们的心正在经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单单的来注视耶稣。今天晚上，我们不单单是要来寻求神的恩典，我们更要来寻求他自己的同在。让我们一起来在神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心，来献上我们的全人，让我们的心成为一个馨香的活祭，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顾念我们，我们可以将我们一切的需要带给他。不管在你的印象当中，上一次你是什么时候经历神的同在，但是不要灰心，因为神应许我们，凡一切饥渴慕义的，凡一切需要的，凡一切叩门的，来到他的面前，神应许我们都要寻见，我们都要得着。一切枯干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都要用他的春雨来再次来浇灌我们。所以耶稣，我们要对你说，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欢迎你来。我们等候主，不住寻求你面，昼夜的祷告，为这时代呼求，侧耳来垂听，谦卑悔改生灵，愿救赎和医治临到这地。我们等候主，不住寻求你面，昼夜的祷告，为这时代呼求，侧耳来垂听，谦卑悔改生灵，愿救赎和医治临到这地。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地。生命如风的吹进每颗不甘的心里，我们灵魂再次的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
的呼喊，呼求复兴领导这时代。我们在叩门，我们在寻求，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我们在祷告，我们在呼喊，呼求复兴领导这时代。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生命在围绕，充满在这里。生命如风鸣吹起，每颗不甘的心灵，我们灵魂再次的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流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敬拜耶稣，全地都扬声赞美耶稣，向世界宣告，唯有你是主，列国都将荣耀归给你。敬拜耶稣，全地都扬声赞美耶稣，能力都归你，权柄都归你，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荣耀。耶稣，你是万民的救赎，释迦能力是我们的盼望，空分证明你已胜过死亡，永远掌权，永远得胜。敬拜耶稣，全地都扬声赞美耶稣，向世界宣告，唯有你是主，列国都将荣耀归给你。敬拜耶稣，全地都扬声赞美耶稣，能力都归你，权柄都归你，
说出我们是如此的爱你，我们深深的爱你。我们的生命除了你以外，没有什么是我们可以所爱慕的。除了你以外，我们生命没有什么是可以敬拜的。唯有你是我们生命的中心，是我们生命的一切。所以我们要更深的渴慕你，更深的来亲近你，更深的来爱你。在我心门不停地叩门，渴望爱我，每天与我同行。越认识你，越深爱你。哦，耶稣，我的喜乐满足。我心门不停地叩门，渴望爱我，每天与我同行。越认识你，越深爱你。哦，耶稣，我越喜乐满足。深深地敬拜，深深地献上我的爱，一生只愿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深深地敬拜，深深地渴慕你同在，愿我更多被你吸引。
你心连心。深深地敬拜，深深地献上我的爱，一生只愿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深深地敬拜，深深地渴慕你同在，愿我更多被你吸引，与你心连心。呼喊，耶稣，我爱你！高举双手，让我奔向你，我的耶稣，为我生命，爱我的救主，我真渴慕遇见你。扬声呼喊，耶稣，我爱你！扬声呼喊。耶稣，我爱你！高举双手，让我奔向你，我的耶稣，为我生命，爱我的救主，我真渴慕遇见你，深深地敬拜，深深地献上我的爱，一生只愿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深深地敬拜，深深地渴慕你同在，愿我更多被你吸引，与你心连心。深深地敬拜，深深地献上我的爱。是的，耶稣，我们一生的是用我们生命单单的来回应你的爱。深深地敬拜，深深地渴慕你同在，愿我更多被你吸引，与你心连心。是我们在这位面前，我们要说，我们要全然的献上，我们要全然的降服，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天，在每一个时刻，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选择，我们的生命的气息，我们都要说，我们要以你为大，我们的心要以你为大，我们的心要以你为乐。将亚伯拉罕献上以撒。我生命之爱就献给你，所有一切都是你的赏赐，你配得我献上全所有。像亚伯拉罕献上以撒，我生命之爱都献给你，
一切都是你的赏赐，你配得我献上全所有。全然献上，我全然降服，照你旨意，不照我的，跟随你是我的喜乐。我全然献上，我全然降服，在每一天每个选择，我都说我心尊主伟大。世界就在前头，世界就在后头，我选择耶稣，跟随不回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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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然献上，我全然降服，照你旨意，不照我的，跟随你是我的喜乐。我全然献上，我全然降服，在每一天每个选择，我都说我心尊主伟大。世界就在前头，世界就在后头，我选择耶稣，跟随不回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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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亲爱的耶稣，这一切的掌声、一切荣耀都是归给你的，因为你是世上独一无二的那一位神，你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君王，你更是爱我们每一位那一位神。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赞美，我们在这里的欢呼，我们在这里的敬拜，都是要完全献给你的。神啊，愿你悦纳我们今晚的敬拜，愿你喜悦我们今天晚上在你面前。生命的回应，因为你带领我们晚上，让我们更深的经历，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更深的爱你，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那美好的带领、美好的作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阿门。大家请坐，大家请坐，请坐。我要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游志远牧师。大家好，哇哦，敬拜过不过瘾？有没有觉得累的举手？哦，有一些累，没关系，诚实，对不对？我们上了年纪的，有时候站太久都会有一点累哈。我说我们哦，我不是说你们哦 ，OK？ 嘿，今天真的，我觉得可以有这样子的敬拜团队，可以在这样当中一起敬拜，真的是很蒙福 ，Amen。呀，我真的是我觉得在这个教会聚会的人，可不可以请你举下手？哇哦 ，OK。很多，你们知道，你们每一个周末都可以在这边享受这样子的敬拜团队，真的是很蒙福 ，Amen。我今天上午才跟霞英牧师说，你们真的是会这样子的接歌的方式，你们这样子带领敬拜的方式，真的是超级厉害的。我很少会在敬拜当中会期待说下一首歌要接什么歌，他们要怎么接，然后每次呢，你们真的是一接到下一首歌的时候，我就那种哇，好厉害哦，这样子的接法，让我真的是我自己也在学习所以真的是要谢谢敬拜团队，你们每一个人。然后刚刚还有cello 中提琴是吗？中提琴还有小提琴、大提琴 ，OK， 对不起 ，cello 是大提琴 ，OK， 小提琴跟大提琴可以在这边带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敬拜，真的是很蒙福。再跟你旁边再说一次，你是很蒙福的人。其实来到台南这边，我相信今天这边是不是有很多人今天早上跟下午没有来，对不对？是吗 ？OK， 有多少人是今天晚上是被朋友邀请来的？请举下手，被朋友邀请来的 ，OK， 好。那有多少你们是被朋友骗来的？有没有？说今天晚上有好吃的，结果来到这边没有东西吃，有这样子的吗？没有 ，OK， 所以大家都是自愿来的吗 ？OK， 好。今天很高兴可以回来台南服侍，其实很久没有来到台南服侍，然后在这边真的是有碰到一些真的是老朋友、好朋友，然后还有一些的新朋友，就真的觉得台南真的是很温暖的一个地方。然后呢，真的是来到台南，昨天下午傍晚来到台南，然后一到台南到现在根本就是好像没有饿过，就是好像一直有东西可以吃，然后一直吃不完，一直喝不完的东西。所以在这边真的是你们活在台南，我看到你们很多人都很瘦，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可以保持那么瘦的身材。如果我今天住在台南的话呢，我应该不是长得像现在这样子 ，OK？ 你要瘦的话，你到美国去，美国是很容易瘦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而且因为吃东西都很贵，所以呢，到最后就觉得不想吃 ，OK， 就宁愿在家吃。不过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简短的信息，不会非常的长。那其实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就是不要让我们的精力放弃神 ，OK， 跟你旁边人说，不要让我们的精力放弃神。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人生当中有非常多的不同的经历 ，right？ 像如果在台湾，你们去一家餐厅吃到一个东西，我最近才学到一个字叫地雷。我说什么东西是地雷啊？地雷是什么？怎么那么可怕？对不对？就是如果你吃到一个地雷，是这样讲对吗？地雷，踩雷哦，你踩到雷的话，你下次是不是就不会去这家餐厅？对不对？因为你会觉得说，哇，这边牛肉汤这一家不好吃，还有很多其他家都可以有牛肉汤可以吃，对不对？那可是呢，在我们的信仰其实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在圣经里面，其实我今天会跟你们分享3个不同人的故事，他们的经历。也许我在分享的时候，他们的经历跟你的经历也非常的类似。首先，我们要从约翰福音第20章第13到第15节 ，PowerPoint 帮我准备，谢谢 PowerPoint。OK， 这边有英文跟中文，你想要念什么你都可以念。OK， 在这边第13节，这边呢，我先讲一下。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耶稣那时候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3天之后呢，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呢，他们就把耶稣从十字架拿下来，然后呢，把他身体裹好，放在一个坟墓里面去。那第3天呢，玛利亚，这个叫做摩大利的玛利亚，摩大拉 ，OK， 抹大拉的玛利亚 ，OK， 为什么要叫抹大拉的玛利亚？因为在圣经里面有非常多的不同的玛利亚 ，OK， 有的是有一个玛利亚是拿香膏擦在耶稣的脚上，然后有另外一个玛利亚是他的妈妈，反正有很多的玛利亚，所以这是抹大拉的玛利亚。OK， 抹大拉玛利亚为什么这么特别？就是因为那时候耶稣看到他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她身上有7个鬼。耶稣看到他的时候，就把这个7个鬼就赶出去。所以呢，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后呢，摩大拉的玛利亚，她就是非常跟随耶稣。因为你想看看，如果你今天身上被7个鬼附身 ，OK， 然后呢，今天有人来把这个7个鬼赶走的话，你会觉得说，这个人我就是要跟着他。对不对？这个人可以行神迹奇事，我就是要跟着他跟到底。结果呢？你看，玛利亚她到这边，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呢，玛利亚她的心情是多么的忧伤。在第13节，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数到3，一起来，1、2、3。下一节，耶稣。好，我们就先停在这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故事，玛利亚她在哪里？她在这个坟墓的地方，她回去找耶稣。然后她回去找耶稣的时候呢，她在那边看不到耶稣。结果呢，妇人就对她有一个天使对她说：“妇人为什么哭？”她说：“因为有人把主挪去了，我不知道他放在哪里。”你知道这个时候，他讲说：“夫人，你为什么在哭的时候？我相信，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失去过东西，让你哭？不是只是这样子，慢慢的流2滴眼泪，很感动的哭而已。你是那种痛哭流泪 ，OK， 那种鼻涕跟什么眼泪都不知道，都分不清楚。有没有人这样哭过？有，我看到都是姐妹弟兄说，我才不会这样做这种事情。” Right， 我相信玛利亚她在这边的时候，她的哭是那种英文叫做 sobbing， 是痛哭到你知道，耶稣在对她说话。耶稣问她说：“夫人，你为什么哭？”你可以想象说，那个时候可能眼睛都是眼泪，鼻涕都是流在这边。然后耶稣问他话的时候，他就是真的还认不出来耶稣是谁，然后他以为他是看远的。
耶稣问他说：“你为什么哭？”他回答他说：“他不知道那时候是耶稣。”他还问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去了，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要去取他。”你知道，玛利亚她在这个时候，其实她对耶稣是有很大的期望。他有很大的盼望，他觉得说耶稣救了他，耶稣把他这个7个鬼原本附在他身上的，把他赶出去之后，他觉得说耶稣就是他的救主，耶稣他就是要跟随着耶稣。他没有想到说耶稣会有一天真的会死。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曾经有一些的梦想？你觉得说啊，我以后这就是我的梦想，我就是要做这个事情，我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去做。可是你跟神祷告了，你就是走这条路，到最后你走到那边的时候，你发觉说，哎，这个不是我想象的这么的美好。有些人，有些姐妹可能会很喜欢一个男生，很喜欢一个弟兄。哇，觉得这个弟兄非常的棒，这个弟兄好像非常的优秀。就跟这个弟兄，就有一天这个弟兄来追你的时候，你就哇，我不可思议，这个弟兄竟然喜欢我 ，right？ 结果你跟这个弟兄结婚之后，结婚的过不久，你就发现说奇怪，他不是我真的想象的这样子的人。或是也可以反过来，弟兄找到一个姐妹，哇，觉得她很漂亮，觉得她很有气质，结果呢，娶到家了之后呢，发觉说，哎，怎么回到家是一个样子，跟我跟他在约会的时候完全是两样子，有没有是这样子的？有的话举手，没有不要举手。可是我这边我在有一点在开玩笑，不过很多人其实都有这样子的经历。嫁了给一个谁，娶了一个谁，结果发现，哎，这个他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结果好像被骗了，甚至这个弟兄他还有小三，还有什么什么什么的，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姐妹就非常非常的伤心，就觉得说，哇，这是我梦中情人，我想要嫁给他想多久了，结果我嫁给他之后，他就把我抛弃在一边，不管我，不理我。你这个时候，你的心情会是怎么样？非常的忧伤。你可能会觉得说，你的人生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继续走下去了。其实玛利亚她那个时候，我相信她好像也是这样子的感觉。她觉得我的人生，我接下来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走下去。她的梦想完全破碎。他对耶稣的期待完全一夜之间全部都消失，他不知道真的怎么样走下去的时候，这边耶稣虽然还对他显现，对他说：“你为什么哭？你找谁？”你知道那个时候，玛利亚可能到最后，如果你继续看下去的，我没有放在 PowerPoint 上面，可是如果你继续看下去的话，玛利亚到最后认出来他是耶稣。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梦想，其实建立在其他的东西上面。我们会把我们的盼望建立在其他的东西上面，建立在我们的财务上面、金钱上面，对不对？我们会把我们的盼望、把我们的梦想建立在什么？我们的这个职业上面。我听说这边离这个台南的那种矽谷，就是北美的矽谷是非常近，对不对？这样讲对吗？啊，科学园区非常近，对不对？所以这边一定有人是在那种哇，很多人想要进去的这些的公司在里面上班，有没有？有没有？有一些，对不对？然后甚至不用讲名字了，有人就直接那个谁讲。然后这边有很多年轻人，对不对？我看到这边有一些年轻人，其实我相信你们的梦想也是可以进去到这些科学园区的这些的公司里面上班。可是你知道，有些到最后真的进去到这些科学园区上班的人，他们会告诉你，甚至有人会跟你说，千万不要进去。有吗？有吗？有这样子吗？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在里面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right？ 我不是说痛苦，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在这边，玛利亚她碰到耶稣的时候，她的盼望又回来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把我们的盼望建立在什么身上？建立在什么身上？有点很微薄的声音。建立在什么身上？谁的身上？神的身上，对不对？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盼望建立在其他的东西的上面，我们也不要把我们的盼望建立在你的妻子、你的另外一半的身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人都不是完美的 ，right？ 如果我今天对祥一牧师的期待非常的高，你觉得有一天他会不会让我失望？一定会的，对不对？我也会不会让他失望？会。我有没有曾经让你失望过？有。我们可以来祷告结束了。在诗篇第34章第18节，这边讲到说，耶稣靠近伤心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在悲伤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好像没有人爱我们，耶稣离我们非常的远。但是我要告诉你，我要鼓励你，在这边诗篇里面讲到说，耶和华他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论你经过任何的事情，你都不是孤单的，你都不是孤独的。我听到很多朋友，他们都会说：“哎，我真的是很孤单。我在伤心的时候，没人理我，没人怎么样，没人怎么样。”可是我要告诉你，虽然可能没有人理你，没有人打电话给你，但是耶稣他是靠近你的，他是从来没有离开过你的。今天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还是你当基督徒很久，还是才刚刚信主的，耶稣他是靠近你的。在希伯来书这边也讲到说，第13章第5节这边讲到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知道圣经里面是有充满神的应许 Amen。 所以为什么教会里面都要鼓励弟兄姐妹要怎么样读神的话语 right？ 要读神的话语，因为你看神的话语在这里面讲到说，我从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有谁曾经敢对你这样说这句话？没有。但是你知道，只有耶稣可以这样子对我们说，因为他真的就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 Amen Amen OK 好，在这边呢，我想要跟你们在第二个故事 OK， 第二个人就是多马。我不知道在圣经里面你们有没有读过这个人，他叫做多马，他其实是耶稣的12个门徒之一。然后多马其实他在美国呢，很可惜很可怜，他呢有一个绰号外号叫做等一下哦，叫做怀疑的多马。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绰号？没有？有没有？有。为什么他成为是怀疑的多马？为什么？因为他不相信耶稣复活，对不对？然后呢，甚至耶稣其他的门徒跟他讲说，耶稣复活了。然后呢，多马他说什么？他说我不相信 ，right？ 你看这些门徒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什么？我非。哇，你看多马就是因为说了这句话之后，从此以后他的外号就变成什么？怀疑的多马 ，right？ 他说：“嘿，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还不够哦，又用指头探入那钉痕，还不够哦，我又要用手伸入他的什么肋旁，
对不对？不然的话，我不相信耶稣是复活的。他讲了3个东西，他不是说哦，我要看到他我就相信，他还跟他讲说，我要摸到他的手，我还要摸他的肋旁，我还要亲眼看到他，我才会相信。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多马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如果你在约翰福音再往前面第10章那边看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说，多马他其实是非常勇敢的一个人，他其实是非常有骨气的人。他其实耶稣都说要去到哪个地方的时候，他跟耶稣说没关系，那个地方很危险，我可以先为你去那边。可是你看在这边，耶稣死了之后，多马他怎么样？他跟玛利亚几乎也是一样的，他完全的失望。He lost hope. He lost his faith. 他失去了他的信心 ，right？ 他也是失去了。他那时候他们都觉得说耶稣怎么样？耶稣在那个时候，哇，他可以拯救这个犹太人，拯救以色列人 ，right？ 因为那时候他们是被罗马什么统治的，罗马在压制他们，压迫他们，所以他们看到耶稣来行神迹、行大事的时候，他们觉得说，哇。Jesus is going to be the next king. He's going to take over the Roman Empire. 他要治理这个罗马帝国。所以呢，在这边我们看到说，多马他在这个地方，他到最后看到耶稣死去的时候，他也是非常非常的沮丧。但是我们看在约翰福音第20章第26节，这边讲到说，过了8天。门徒又在屋子里面，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怎么样？再一次门都，哎，大声一点，门都。OK， 为什么要强调这句话 ？OK， 门都关了之后怎么样？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弟兄姐妹。如果今天这个事情发生在你家的话，你会就耶稣，我欢迎你哦。耶稣，你什么时候进来？我都没有看到你啊。耶稣在这边，他门都关了，耶稣就进来。下一节，耶稣就怎么样？对多马说：“你这个不相信、小信的人。”他是这样对他说吗？耶稣就来，他就对多马说：“你这个没用的人。”那么显然呢，是这样吗？他对多马说什么？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伸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弟兄姐妹，为什么我要分享多马的故事给你们听呢？就是因为常常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也会有怀疑 ，right？ 我们可能对神会有一些的怀疑，我们可能对圣经，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的疑问，我们可能对基督教的这个信仰，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的疑问，但是。我要告诉你说，我要鼓励你说，不要害怕你的一些的问题，就是你对圣经、你对神的话的一些的问题。因为当你有问题的时候 ，it's okay，right？ 像多马他在这边，其他的门徒跟他讲说，耶稣复活了。他说我不相信，我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我才会相信。耶稣一来看到多马，他并没有斥责多马，他并没有骂多马。反而我是觉得耶稣是非常有爱心的。耶稣说：“嘿 ，Thomas， 来，你要摸我的手，你才相信吗 ？It's okay， 来，你摸。你要摸我的肋旁，你才相信吗 ？It's okay， 你来摸。你要看到我，你才相信。来，我就在这边，给你来看。”
你知道我们人生当中，其实我们都会有很多的疑问，这是正常的，这是正常的。但是不要让你的疑问害你远离神。你可以把你的疑问带到神的面前，你可以跟神说：主啊，我这个东西我不懂，甚至我在我的生命当中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知道你是信实的，我相信你是不撇下我的，我相信你是不离弃我的，我相信你是关心我，你是爱我的。请你来对我亲自来说话。你知道，在我的生命当中，其实我也经历到非常多这些的事情。在我生命当中，其实有发生过让我觉得说，可是神，你不是说你是这样子的神，可是为什么这样子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甚至我们当牧师的，我们在服侍的，我们常常会讲，对不对？你们在敬拜团的服侍，在教会常服侍的小组长之类等等的，有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也会问神说：可是主啊，我都服侍你耶，为什么你还让这些事情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为什么你还把这个人夺去？为什么你还让这个人会对我这样子说话 ？Right？ 我可以跟你讲，我很多事情这些东西，其实我对神有很大的有一些的时候，我对神有很大的 question， 很大的问题。但是你知道，耶稣他今天就来到多马面前，就说没关系，你要看到，你要摸到，你才会相信。It's okay， 我来让你摸，我来让你看。这时候多马他就忏悔，他就跟随着耶稣。第三个故事是彼得，大家都知道彼得吗？彼得其实他有时候就跟我很像，就是说讲话太冲动，不经过大脑。彼得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如果你看彼得的故事，其实彼得他做的也是非常非常多的事情。那在这边也是当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之后，彼得跟很多的门徒他们就失散了，他们就回去做他们自己之前做的一些的事情。在这边呢，在约翰福音第21章。约翰福音第21章在这边，耶稣就来找彼得。彼得在这边，其实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前，耶稣有跟彼得说：“你会3次不认我 ，right？” 然后彼得才跟耶稣讲说 ：“No， 我才不会做这种事情 ，right？” 然后耶稣就是那种：“你确定吗？我知道你一定会3次不认我。”彼得他非常的坚持说 ：“No， 我绝对不会离开你 ，right？” 甚至他有一点意思，就是我会跟你死到底，我会跟你一起冲。就那时候就真的彼得3次不认耶稣。耶稣钉完十字架之后呢，耶稣就来找彼得。在这边他们就讲到说，当他们吃完饭的时候，当他们吃完早饭的时候，耶稣就对西门彼得说：“什么？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OK， 在这边我先停一下。其实他在这边用中文，他讲的这个爱，其实在希腊文，它是有不同，爱是有不同的方式去表达。所以呢，在这边问他说，他问西门，儿子西门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对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当耶稣问彼得第一次“你爱我吗”的时候，“你爱我吗”的时候，“你爱我吗”你爱我的时候，他其实是用一个 agape 的一个爱。agape 的爱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所以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是一个无条件的爱吗？”
然后在这个时候，彼得就回答他说：“是我爱你。”可是彼得回答他的爱的这个意思是 ：“Yes， 我爱你，像弟兄一样的这样子的爱。”所以你知道，无条件的爱跟弟兄的爱是差非常多的。Right？ 我们看下一节，这边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Right？ 这边耶稣又问他第二次的时候，又是用这个无条件的爱问彼得说：“彼得，你爱我是用这样子无条件的爱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可是你知道彼得他怎么样回答耶稣？他是用哪一种爱？一样是兄弟的爱 ，right？ 然后第三次，下一个，第三次，耶稣又问他说：“西门啊，约翰的儿子西门啊，你爱我吗？”可是这一次，如果你读原文的话，耶稣他用的爱就是他不再是用无条件的爱，他用的爱是 OK， 你爱我像弟兄一样的爱吗？西门彼得就回答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又对他说：“那你喂养我的羊。”你知道耶稣，我们常常都会觉得神好像是非常凶狠的，我们好像都觉得说神好像他就是非常的严厉，站在那边，好像都是我们要一直爬，一层接一层的爬，服侍再服侍，然后好像我们才可以得到神的爱，我们才可以得到神的肯定。可是你知道，在这边，在这几个故事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说，其实神他是蛮有怜悯的。他是很慈爱的，他说 ：“OK， 彼得，你还爱我，没有到无条件的爱 ，It's OK， 没关系，我知道你还没有到那边，没关系，你爱我就像弟兄一样 ，That's OK， 我们就从这样子的爱开始。”你知道彼得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他没有办法跟耶稣说：“我爱你”是一个无条件的爱吗？因为他在那时候3次不认主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心里面是有多大的羞耻 ？He has a lot of shame。当他心里面有很大的羞耻的时候，他看到耶稣，他根本就不敢跟耶稣讲说 ：“Yes， 我就是可以让无条件的爱来爱你。”他是有很大的羞耻，很多的伤痛在他的心里面。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不知道你的故事是怎么，我不知道你的经历是什么，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我刚刚谈到的这个3个故事里面，其实我们都可以找到我们自己的经历。今天可能你也觉得你做了一些的事情，让你觉得非常的羞耻，你不敢讲，你不敢跟你的朋友讲，你不敢跟你的爸妈讲，你不敢跟你的其他的人讲 ，It's OK， 神他都知道，但是神他今天不是要来控告你，神他今天不是要来说你是多么的不好。你是多么的不完美，你是多么的不是好的人 ，No， 神今天他要来跟你说，嘿，我知道你心里面很内疚，你做了一些的事情，可能你会觉得你为什么那时候你那时候为什么要做的这些事情？你可能今天来到教会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我今天坐在教会在敬拜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怎么样？不好意思坐在教会里面，因为你会觉得说，啊，教会好像都是，你看这个大家都是穿白色衣服的，哇，他们好像都是很 holy 很好，对不对？那啊，我真的我好像不配，我不适合来到教会。在这边，你们可能有一些人，
你们的经历跟玛利亚也是一样，跟多玛也是一样，你们有很多的伤痛，你们可能常常还是你们跟神埋怨说：主啊，为什么你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为什么你把我最爱的人夺走？为什么你把这些的事情让我经历到这些的事情？神，难道你不知道我爱你吗？神，难道你不知道我有很想要服侍你吗？我服侍你这么久，为什么你还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你知道，讲到彼得，其实我从小就没有想要当牧师。那个时候要在服事当中，其实我也是常常做不应该做的事情，说不应该说的话，看不应该看的东西，常常就有很多的声音在控告我说：你确定你要服侍？你确定你适合服侍？你确定你这样子这么烂的人？OK， 你看你身边的朋友 ，OK， 你确定你适合服侍神吗？那时候很多控告的声音，在我生命当中，其实，真的是，还有一些时候真的是跟家人出了一些冲突，起了一些的冲突。你知道我在服侍神。可是很多时候还是会被有一些的家人会不谅解，会被误会。常常我就问神说：主要为什么你会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呢？神他不是对我说话，他不是说你怎么这么不幸，继续服侍啊，你越服侍越刚强啊，越服侍越强壮啊。对，有些教会会这样跟你说。你就是信心不够。可是那时候，我觉得神他就是告诉我说 ：“It's okay。”人生这样子的经历，可是你就一步一步跟着我走，一步的一步。今天先踏出一步 ，OK， 你今天在这边 ，Good， 不要再往后退。隔一天，你再往前面一步踏出来 ，It's okay， 慢慢的一步一步。如果你今天在最终，我不是说你明天马上就要戒掉所有的东西，你明天就要把你的生命完全改变，因为我知道很多时候是非常难的。但是我想要鼓励你，当你踏出那一步的时候，你跟神说：“主啊，我愿意改变我的生命。”我愿意离开我现在糜烂的生活，或是我现在愿意离开我的这些不好的朋友圈子的时候，你只需要跟神说：“我先愿意踏出一步。”神他会陪伴着你，他会跟你说 ：“It's okay, good。”你踏出了第一步，明天我再陪你踏出另外一步。就算你有一天你往后退了2、3步，你知道神他也不会控告你，神他不会说你这个人没用了，你不要再 try 了。你知道这个声音都是从谁来的吗？从仇敌来的。就算你退了2、3步，神会跟你说 It's okay， 我再来陪你一步一步一步的走。所以今天晚上我想要做一个邀请，我们可不可以先低头好不好？我想要做个邀请。今天如果你是朋友邀请你来的，你可能没有接受过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你可能拿到教会，你只是想说来看一看好玩的。那今天你听到我的信息，听到神的话语，
说没关系，我愿意，神愿意陪你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如果你今天说你愿意让神陪伴着你，我数到3，我想要邀请你可以举起你的手，说我愿意让耶稣陪伴我走，好不好？如果是你的话，数到3，你可以举起你的手，就说我愿意让耶稣陪伴我走。如果是第一次 ，OK， 第一次的话，有没有这样子的人？1、2、3，你可以举起你的手。OK， 有人，有几个，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好，你可以把你的手放下。我想要做第2个邀请，就是你可能经历跟我是一样的，常常自责，常常觉得我自己不够好，甚至不想要来到教会，因为你觉得你自己是不够好的人。但是今天晚上，我想要跟你说，你进来教会是第一步，接下来你要再一次愿意说，让神来带领你，可以愿意跟神说，主啊，我愿意再一次的让你带领我往前面的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好不好？如果你曾经来过教会，远离神，你说你要再一次回来到神的面前，数到3，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1、2、3，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有，楼上的有没有？楼上的有没有？有一些，感谢主，好多人看到放下。我这边想要邀请你做一个祷告，你可以先跟神做一个祷告，不管你刚刚有没有举手还是没有举手，如果你想要邀请耶稣陪你走，如果你说主啊，我真的是我想要改变我的生活，改变我的生命，我想要让我自己可以跟随着你，越来越像你，你可以自己跟神祷告，主要让我可以把这些不好的习惯戒掉，或是改掉。你可以跟神说，主啊，我真的是想要离开我现在的这些不好的朋友圈子，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离开。主啊，求你帮助我，主啊，求你带领着我。甚至，如果你今天你就像玛利亚一样，有失望、伤痛、伤心，曾经被人家伤害过，失望，好不好？你可以花一些的时间，可以跟神说，主啊，我把我这些的失望 ，my broken dreams。My lost hope， 这一切我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来拿去。好不好？我现在想要再做一个邀请，我们可以张开我们的眼睛。甚至我们可以，好不好？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刚刚有举手的，或是没有举手，我现在想要做一个邀请。今天晚上，如果你说我想要再一次做一个决定，我要跟随着耶稣，甚至你说你要把你的生命献给神，是不是要做传道？是不是要做牧师 ？I don't know， 这不是我要叫你做的就做，这是神的带领。Maybe 他今天只是想说，maybe 他今天神只是要你把你的生命分别为圣。什么是分别为圣？就是
我现在愿意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跟随着主耶稣，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好不好？如果今天是你想要做这样一个决定的话，等一下在唱歌的时候，好不好？我邀请你可以走到台前来，不管你几岁，40以上、40以下都可以。邀请你可以走到台前来。记得我说，我们需要先踏出第一步。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I don't know， 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就只是需要愿意踏出那第一步 ，and God will do the rest。Amen， Amen， 好不好？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的赐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你生命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好不好？如果你愿意踏出第一步，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我邀请你可以来到台前来。OK， 楼上的你也可以下来到台前。OK， 现在就可以移动你的脚步来，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你生命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比种族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你生命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好吧，我相信还有更多人，你们要踏出去的，可是你不敢。我想要鼓励你 ，It's okay。我们在这边，我们不会拿你的钱 ，OK？ 我们不会要你留下你的什么的 ，It's okay。我们今天踏出来一步，其实是跟神回应说呀，我愿意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你来带领我怎么样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我相信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圣灵会继续的跟我们每个人说话 ，Amen。所以如果你有感动的话，我要邀请你不要消灭这个感动，勇敢的走出来 ，Amen。All right, let's go. OK， 高举双手来，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你生命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再次高举双手，高举双手，
圣灵来宣告跟随耶稣，跟随主，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高举双手，高举双手，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你是你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Amen。好不好？今天走出来的弟兄姐妹，我想要带你做个祷告。这个祷告也是我很多年前做过的，可是我也常常会对我自己在提醒我自己，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来做这个祷告。亲爱的耶稣，今天我们愿意踏出来的是第一步。主啊，今天我们要来到你面前，说主啊，我们要改变，我愿意改变我的生命，我愿意让我的生命过得跟以前都不一样。但是主，我们今天我虽然不知道要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做，但是圣灵，我们相信你每一天会对我们说话，你每一天会带领着我。所以在前面弟兄姐妹，我要祝福你，让你每一天可以听到圣灵对你所说的话。当你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圣灵就会在旁边对你说：“啊，好像不应该要这样做哦。”你就会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在你的心里面来告诉你。所以弟兄姐妹，祝福你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今天你走出去这个大门的时候，可能会有仇敌跟你来说，就是那时候他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你凭什么？甚至他会跟你说，你以为你是谁？但是弟兄姐妹，对，我们不是谁，但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他洗净了我们的罪 ，Amen。他可以改变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虽然不是谁，但是我们可以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钉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为我们活，所以我们成为是神的儿女。所以你走出去的时候，当你听到这个声音，你就可以跟仇敌说，我凭着因为我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今天才可以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Amen。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Amen。 我觉得你们好棒，跟你旁边的说你很棒，你很勇敢，然后姐妹可以给姐妹一个拥抱，弟兄也可以给弟兄一个拥抱，好不好？ Yeah， 弟兄可以给弟兄一个拥抱。台南的人不是很热情吗？对不对？好不好？我们再唱一次好不好？高举双手，一起来，高举双手，赞美你，尽全人，一生你活出荣耀的。 一起
起来宣告，跟随耶稣，跟随。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哦，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十架就在前头。十架就在前头，世界就在后头。我选择耶稣，跟随不回头。十架就在前头，世界就在后头。我跟着耶稣，在做十架就在前头。在每一天，在每一天，每个选择，我都说。再一次，在每一天，在每个选择，大声来说，我什么？我心尊主。Amen。祝福你们 ，Amen。当我们踏出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过一个不一样的生命 ，Amen。好不好？我们在这边要谢谢富强教会的敬拜团队。好不好？让我们也谢谢富强教会大长老、大家长夏牧师，好不好？我们谢谢夏牧师。夏牧师陪我们从早到晚，明天还要一整天，真辛苦。还有这边谢谢所有的富强教会的长老、执事、同工们，谢谢你们，让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敬拜的体验 ，Amen。所以如果你今天站出来的话，你有小组长告诉你，小组长说我今天有做一个决定，我要跟随着耶稣。如果你没有教会的话，欢迎你们可以到这个教会来 ，OK？ 明天几点聚会？8点40吗？8点40分聚会 ，OK？ 耶，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可以回座。把一下时间交给
这个又高又帅的敬拜主领。好，我们再一次用最大掌声，谢谢游牧师今天晚上带来美好的信息。感谢神，我们也再次用最大掌声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阿们。OK， 这个晚上非常的热情，我们每个人非常的投入在这样的敬拜当中，但没有一直敬拜下去的哈，就是好。刚刚那个这个游牧师有分享，其实他们也是从一大早到晚上，他们也是在这里的服侍。那明早也还有一场的一个聚会。那所以我们要在今天晚上的聚会也准备告一个段落。但在最后呢，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跟报告，就在今天是7月4号 ，OK，7月4号好，7月4号。那在下一个月呢的8月8号，一样是礼拜六的晚上。我们也会我们的富阳教会也会邀请一位讲员是台北福音堂的刘子俊牧师，也会来到我们当中，也会有一个这样子青年的一个聚会，所以再次邀请你，在8月8号晚上，你现在刚一开始说叫你手机收起来，对不对？你现在手机可以拿出来了啊，你的行事历请记一下，8月8号晚上7点半。我们会邀请刘子俊牧师来到我们当中，相信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那我们会有非常棒的领受。好，所以呢，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要准备到这里要告一段落。好，所以我们要离开，要出去之前，跟你旁边的人彼此祝福，愿你在今天晚上有得着满满的领受。跟你旁边祝福，跟他说，愿在今天晚上得着满满的领受。OK， 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要到这边做结束，愿大家平安，回去路上都小心。OK， 大家平安，大家晚安。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想